针对进口鸡卵和美国猪肉标示的问题，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强调讲，会来严格处罚标示有问题的业者。伊嘛讲到讲，政府检验2万外件进口的猪肉，拢无检出莱克多巴胺哦。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嘛表示讲，进口肉的流向有一个系统的管理哦，地方政府拢查会到。也毋过，在野的立委是批评讲，当初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进口猪肉，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。桃园有2间公司被查到将美国猪肉甲别国猪肉掺做伙，产地线指标示加拿大或者是英国各流入去市面，加上6月进口猪肉，到月才查到，互人质疑中央无把关，恐惊互生产地加入伤害。这件事情开始是由中央卫福部呢发现了资料有错误以后呢，就与地方政府呢展开联合的稽查，如果有任何的标示错误的情形，政府一定是严惩希望业者呢不要侥幸行事。对于这一些猪肉的稽查其实是我们经年累月都在做的，常规性的一个查核的。进口肉的流向，我们有一个非追不可的系统，这个地方都可以查得到。陈建仁也强调，检验的2万外件进口猪肉，莱克多巴胺拢是零检出。啊，不过有在野立委批评开放来这进口猪是错误的政策。没有标示，政府为什么可以放呢？结果现在厂商来骗人民，这个让美猪的生产力大幅的提升，我们的国产猪的生产力下降。整体的部分还是需要中央的各部会，包括我们的海关包括我们的食药署，还有包括我们卫福部一起合作，然后提供给这个相关的县市地方政府卫生局做采访或做查核的稽查。经过小数猪肉仪表板开放含来这进口猪肉，未满3年，开放第1年台湾猪甲进口猪占比是88%甲12%，到今年10月初10为止，占比已经是80%甲20%。自进口鸡卵前期了后，进口猪肉也引起风波。民众上关心的是食安到底是毋是有问题？记者综合报道。